如果你明知同一個人冇結果，係該享受過程，定係及時放手？如果你無法坦然面對，今日教你快速了結孽緣方法。首先要明白，呢世上冇絕對嘅真愛，每個人相遇同分開都係緣分深淺。有啲人出現就係為咗讓你了緣，即係償還一啲睇唔見嘅債務。比如喺某個維度，你曾經傷害過佢，或者對佢許過承諾，呢個就係業力牽扯。注意，呢種債務同現實中金錢感情無關，所以無論你付出幾多，都唔能夠阻止佢離開或者傷害你。只要存在呢種業力，即使你哋再折磨彼此，唔到特定時刻都好難分開。我哋能做嘅只有面對呢段緣，慢慢把佢了結，因為業緣只能完成，不能強行結束。其實方法好簡單，就4個字：事緩則圓。你可以將業緣想象成有期限嘅約定，到咗該分開時，想見都見唔到。但呢個過程唔只係痛苦，任何關係都會教你一啲嘢，心唔苦，智慧唔開。情劫其實係最快讓人成長嘅方式。呢場劫難雖然痛，但一定讓你變得更強大。